说吧，项目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。趁这段时间你还住我家，赶紧帮我把这项目做完，不然我真的要退出编程圈了。退出编程圈？嗯，你装什么落魄呀？你先给我说条件，否则免谈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我房租呢给你全免，按照以往的价格给你抽了，不过明天就开工。成交。不过我说半价，抵房租。行。不过我明天有点私事儿，那个后天开工行不行？但我绝对不会耽误你的进度，行吗？私事儿是女朋友？算是吧。算是吧，那就是还没有成。那你准备怎么表白？表白？表白我真没想过。不过真要表白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做？如果是我，谈个恋爱嘛，无非就是买早餐、接送宿舍，总之润物细无声，日常美好。哇，你能再俗一点吗？得了，问你也问不出个啥。我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都讲究直给，什么润物细无声？直给？哦，合着霸道总裁范儿呗？不同人不同办法呗。行吧。不过先说好啊，你明天别跟着我。我明天才不跟着你呢，我明天也得去见个女孩。哟，得，那先祝你马到成功。彼此彼此。好久不见，恭喜你考上了京大，总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。夏练习，好久不见。当时的不告而别，我知道你一定心里怨我。我一直欠你一个当面的解释。明天就可以见面了，夏练习。真的好久不见，小溪，明天我去车站接你。谢谢清月哥，不用了，我和小曼、陈一川坐学校的接站大巴过去。好吧，那我在学校等你。